画面上这位演唱外国朋友 EXO， 就是台南5月音乐季的创办人。伊伫22年前开始伫台南举办这个音乐活动，一开始是伫安平渔光岛，后来改到安南区的四草，这次特别选到新华区的虎头皮风景区举办，而且参加乐团愈来愈多。今年更有来自全台各地以及外国音乐人，总共28组音乐团体参与演出。今年的 Main Jam，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参与，能够让更多人喜欢我们的独立乐团。那我有点想说，我们希望在虎头皮的那个现在最新的那个景点，就是溜滑梯那个地方，已经换地。那个地方附近的整出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表演，那也可以亲子活动，也可以表演，那也有一些创意的摊位，好不好？思考一下，那个地理环境你太熟了，好，那希望说还有我们苏恩处长，好，希望大家一起来5月6号、7号一起来不是捧场，一起来 enjoy， 好放松。5月6号到7号2天活动，现场除了乐团表演，还有真侪刺激单位趣味活动等等，适合全家大小每一个年龄层。市府欢迎各人朋友做伙来台南佚佗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